深圳清湖4號線港鐵4號線灣湖 Next station 金湖港鐵深圳金湖4號港鐵4號線。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. Macau 車門。 下一站龍華，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。下一站龍勝 Next station 龍順。下一站上塘，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。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。下一站紅山 Next station 紅山深圳北站乘客可以轉乘5號線。 下一站上樓，乘客可以轉乘9號線。下一站棉花谷，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。下一站少年宮，乘客可以轉乘3號線。下一站市民中心，乘客可以轉乘2號線。下一站會展中心，乘客可以轉乘1號線。下一站福環，乘客可以轉乘7號線。下一站福田口岸，本班列車已經到終點站。多謝乘搭港鐵。This train now stops service. Thank you for travelling on the MTR.